片好，我就甲爱后上报户口。哇，真当人谢！二品，恭喜呀，生做吉他呀！过完月啦，恭喜的喏，彩电亮帮。家仔迄人得了12对来登记，那么会发300扣以上呢。二品，迄样写字，枪架出面，枪外将，枪瓜公更大病嘞。真的哦，罗力，请很写的种心情是，命好好啊嘛。我人俩也别人个量，成就真体不出一万扣，就算身份证嘛。有哦，对俩总面的。安姑姑啊，哇，面的写得真当人写，后摆听出真高兴。我突然拢喊过讲真读书哦，突然养出鬼日日胎，我是欢喜啊。阿公阿嬷听笑嘛真欢喜啦。贵人突然一枪，拢做小屁儿，提这件事是去了产面的呢。真好，笑啦！二片拄好我人秋坤的妈祖庙，就咧生宝贝起富胎，等下等咱收收偏好，别总爱困夜梦下。希望小朋友紧紧平安泰汉。好，罗力，也是挑新的户口名簿，规费30扣。请问，现在先刷骗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好啊，麻烦很。请看下小朋友的名，7生日起，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223456789。你买，我人拢要汤铺汤宝，健保 Q， 过7个初等加保。小朋友迄天也有投保，是吗？冇错。好。因为小朋友係提一百片健保卡冇收费，健保 Q 和我人就跨机关连线，用到3屆工作日，7家健保卡寄到很母下。請問係托寄到戶籍地址，也係配界騰訊地址咧？哇，人呢片，請寄到戶籍地址就好。好。點下就指明小朋友，迄天也有加保，我人資料能親身去開呀。也是健保 Q 的父母證身，後下就不該輸錢，很直接報小朋友的資料，健保 Q 就差一啲呀。麻煩很點一下，也是成就真貼1萬扣，也請很請名。好，按7個人啊，恭喜哦，二品。